那講到傳統市場的交通，你是不是會馬上聯想到車路的兩邊邊排真濟膽，人甲車前路混亂的景象咧？咱的採訪團隊走訪到北中南滾下場的菜市仔，發現早起的尖峰時段7點到11點，迄汽機車甲行人同時進入到市場，採買狀況是非常的普遍。有通想講，人甲車引發的衝突是不時咧發生。當然，嘛有袂少的消費者，甲車擋佇個菜市仔外口，用行入去菜市仔買菜。到底這個安全甲利便，要安怎佇個下青青的菜市仔底取得平衡？行人到菜市仔買菜，閣要安怎降低風險，撇開遐個看袂到的危機咧？來看咱的專題報道。騎車方便，騎進去蠻常受到民眾的檢舉。前面有人，他就不管，他就硬撞。鳴喇叭我沒理他，就故意碰我一下，我就故意說賠醫藥費。不要為了自己的一時方便而造成別人的傷害。又新鮮又好吃啊！好吃的在這裡啦！傳統市場，蔬果甲魚貨親情上架，世界攏是化袂成煙。這是台灣上有溫度百姓日常。不過，奧多麥、腳踏車、雜車甲人群相克。有時啊，閣有電動輔助車，部分業者向外擴大單位營業面積的同時，相對也壓縮到本地道路空間，人甲車攏插雜社會。有的人會覺得說這樣子好像很危險，那你會覺得？不會啊，我們騎車的人，我們一定會控制自己。你在特定的節日，你去做這個管制，我覺得 OK。你在平常你做這個不好，不好，為什麼不好？因為會撞到人啊，危險是不至於的，因為會吵架。你有曾經被吵過是不是？被人家撞到啊！我是覺得說，你輪椅的可以進來，但是真的好手好腳的不要。可是你要叫人家那個什麼車子不要進來，你要有個地方給人家放。在城市裡面的傳統市場，在歷史上會有很多住在城市郊區，不管是農民或是養殖的，挑到城市裡面來，車輛入侵了傳統市場。但是現在機車隨時衝進來，隨時衝出去，很多人他會慢慢評估，我是不是要每一天去那裡去忍受這樣的環境？拖傷消費者立場不同，對空間的使用和理解難免的分歧。在路上也有這種問題呀，不一定是在菜市場啊，因為有些婆婆媽媽手不方便，腳不方便啊。她如果騎摩托車進來買比較多東西的話，她吊在摩托車上面，摩托車騎了就出去啊，不用再提大包小包啊。因為有機車對老人家還是比較方便的，可是你對一些行動不方便的就不行啊。那如果像那個有那種小不方便下車的嘞，對啊，對不對？有道理吧？早期的傳統市场在台灣大概是70年代之前，絕少有車子會進去。因為那時候機動車輛才剛開始，台灣1978年的高速公路通車了，車輛不管汽車或機車的那個快速成長，所以民眾步行能力也差了，步行的距離也短，慢慢就變成要機動車輛代步。本地以行人為主的傳統市場，後來因為有人騎奧多麥來買菜，產生交通動線規劃甲安全問題。19，特價！我們實際來到了新北市三重區的水流宮市場啊，透過畫面可以看到，來這邊採買的民眾呢，不管是行人還是騎着機車還是腳踏車，都是塞在這邊的，也造成了部分的交通亂象。人太多了，太擠了，太塞了，東西也不能逛啊，不能看啊，就是在那邊擠而已啊，根本也買不到東西啊。人咧賣物件都嘛共款的啊，公共的都無歡喜就走啊。會不花氣啊？哎呦，這羞怕。大家都很辛苦，不要花錢吶。台北市啊，他們有錢啊，我們新北市沒有錢啊。我們賣這個都是老人沒有什麼錢來這裡買，然後扣老人年金的花呢。攤販或是攤幾場，其實它都是在一些
可能住商混合的地方，那其實裡面有一些住戶他還是有通行的需求。那你如果說把他前通路口堵死了，可能會影響到他的一些通行權益。所以基本上我們都是以柔性勸導的方式，也不是強制性的。商業客家甲商業混合形態限制，傳統市場未當全面禁止車駛入來，敢若會當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道路障礙罰1000至到2000四。為了避免違規防處罰，有人規矩將車插佇咧附近，行路去市場。就是在裡面其實還是蠻危險的。怎麼說？因為有人帶小朋友，或者是推，就是比如說推個輪椅幹嘛，很麻煩，就是他們很容易受到，就是可能會被撞到還是什麼。車子放這邊啊，才不會滑。我滑一次了，車子停在那個攤子的旁邊嘛，他就看到違規就全部都開照相，就開單了。那時候被開多少？600，我看過人冤家啦。伊是安怎？伊是安怎冤？嘛是 A 掉啊，俺甲騎掉啊。华视新聞雜誌的團隊前往上北、台中高雄觀察，發現傳統市場敢若攏有真歹解決的交通亂象。我們再來到首善之都台北市，在這邊的菜市場交通問題會因此變得比較好嗎？根據台北市零售市場管理自治條例，如果未經許可駕駛汽機車進入公有市場，可以開罰新台幣1200元罰鍰。不過這樣的規定只適用於一般的一整棟公有菜市場，並不適用於傳統型的道路菜市場。菜市的老人足多啊，紅燈嘛咧行，青燈嘛咧行，大家騎車行路攏無咧看，你知無？攏看邊啊，看物件啦，無咧看路啦。因為我這樣買菜，然後可能就是前面有人嘛，然後他就不管，就這樣插隊硬擠，矯正。矯是啊，可以幫我擠一下嗎？這邊就是他們被擠，像我媽92歲了，我上次就帶她來，然後就被人家撞，然後口氣都不是很好。但我希望開罰，因為人就是悖逆性。然後越有嚴懲的法規，他就會遵守；沒有法，大家都亂來。鳴喇叭我沒理他嘛，他可能就故意碰我一下，那我當然就故意稍微演一下戲嘛，說啊賠醫藥費，公民自己的素質要提升啊。但是少數人還是貪圖自己的方便，蠻多的，真的是蠻多。我們就經常看到。那個車子在那邊濱江那邊，他也是一樣衝來衝去，但是也沒有看到有誰去跟他開罰單啊。我們跟交通局還有警察局都有一定的默契在，基本上只要到他們的營業時間，基本上他們就會把活動室的路主給他放出来，相關的出入口部分都有相關的指示牌、告示牌，告知他們說，現在是市場的營業時間，請車輛盡量改道通行。施行之後，確實我們有發現公安疑慮，甚至是民眾檢舉澄清的時間有降低蠻多的，大概有降低60%。我是建議啊，比較想建議就是說，其實人潮多，週6、週日的時候應該可以改成說車子不要進來，會買很多的人你自己要變通，然後騎機車有的其實也是在2個雙載，2個人一起提應該也 OK 啊，為什麼要造成別人的不便呢？他這樣規劃都不要讓任何的機車、腳踏車進來，不要讓人家不方便，我都自己用，再重我都是用扛着，因為我怕我這樣推的時候壓傷人家。以行人為主，應該要注意行人的安全比較好，不要為了自己的一時方便而造成別人的傷害。如果說那種屢勸不聽啊，或者是那種24小時定着物就直接定死在那一邊，我們市場處可能沒有辦法直接去介入處理的時候，我們基本上就是第一個拍照蒐證，第二個可能就是直接私底下通報他們，嚴重的話我們會發開外通知單，直接找現場的這個行為人，請他來直接現場做說明。取締是硬碰硬，一個是要引導，另外是要設計。你要讓來購物的民眾知道，他到這個地方，他機車可以暫放在哪裡。宣導的時期，讓他們知道說，大概還有2個禮拜。你看着民眾的消費習慣已經慢慢在改變了，2個、3個，一整票人都這樣的時候，傳統市場生意就下去了。台灣的傳統市場大概分做2種，公有市場通常設有固定的建築。
啊那攤商的集中場，大部分設佇咧車路或者是公有土地，交通的管理難度較懸。你東西不可能停在巷子口，全部的東西全部都從巷子口搬進來啊！這樣子的話，全部的攤商的車子都會堵在外面，你東西都要從巷子口搬進來，很麻煩啊！啊，你有去問大單就知影啊。伊講這是路啦，人咧行啦，烏多巴咧走的，講阮袂使來排啊，安尼排啊。啊，你看大家嘛安排啊，我嘛好排。但是每一個傳統市場都有它在地的特殊性，也有他們那裡特殊的生活習慣，不同的環境條件，我們要了解他們所面臨的挑戰是什麼。所以物流的時間跟購物時間應該要先造成時間差，機車應該要引導在市場的出入口或是側面什麼地方，讓它有夠方便的地方可以臨停。因為有的要買肉啊，買什麼的比較重，就是騎車到附近的停車格的地方，然後如果其實如果真的太重的話，就是可能就要分批，就是騎到靠近那個攤商的位置，然後就停到那邊，然後就去拿他們就是買好東西再放回去，然後再騎到附近另外一個攤商的位置，然後再去買這樣。公有零售市场，毕竟是有跟我们市府签约的摊商，那基本上我们都会做一系列的整體規劃，讓民眾在採買購物的時候有一個很舒適的停車空間。周圍的攤販集中場的部分，可能就比較沒有這麼好的規劃。私人車的部分，當然現在我們都會希望說，他們盡量可以停到這些合法的場域裡面去。交通動線歹，除了車輛的亂衝，換上烏白墩物件也是一個問題。要安怎解決？地方政府頭殼冇力燒。以前可能多排出來一點啦，這樣子就是空間都比較，人家馬路的空間就會被壓縮了。道路要暢通，消防要安全，食品要衛生。其中剛剛所提到的這個藍虛線的部分，就是我們要執行通道要暢通的部分，在核准你的營業時間內，不要超過線，基本上你就不會受到警察局的開單所取締。自從畫了這個線之後啊，警察也比較好有一個標準，大家比較不容易有爭議。客人來的話也比較有動線啊什麼的都也比較好啦，也比較安全啊。基本上私人場域它就沒有辦法享有剛剛我所提到的那些補助，因為畢竟是私人，不受我們公家機關所控管。再來第二個就是說，私人場域部分的話，還是有公權力的，我們還是會同相關局處去做查核。我們還會要求，就是說有違反到一些消防啊、逃生通道等等的，我們會很嚴格的要求他們說，你一定要就是限期改善完畢這樣子。面對市場在空間使用加交通管理的挑戰，要安怎在安全、秩序跟利便之間取得平衡？市場的轉型是重要關鍵。因為人的觀念轉變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，要讓一個社會的觀念或是風氣轉變，你要想辦法去塑造一種新的流行 ，make it a fashion。我們現在是被車輛入侵的階段，對不對？我們現在該把這個 fashion 拿回來。現在已經不是一個攤商個人的自主的販賣行為，現在要考量到的是整體的整個場域的市場的民生，還有周圍的民眾鄰里的和諧。還有整個市府的大方向的政策，少了一些空污、油污，還有一些噪音污染的這個部分的話，我相信體感應該會上升蠻多的。讓我們能夠 walking free， 這是我們的 new fashion，but still 是我們的 old fashion。只是把這兩件事連起來之後，我覺得如果民眾聽得懂，下次再有一個機車要闖進去的時候，他說：“買了賣啊你啦，就什麼時代啊，你個這樣就成功了。”傳統市場若面對生存甲轉型的考驗，對利便甲安全互相影響的同時，法規機制要安怎鎖定理想甲現實的差距，對時代進步呢？向前在市場中的交通安全危機，未當急放放。